台湾话钻石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选择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：钻石，一种硬度极高的矿石，可用来切割玻璃；光色好的则用作贵重的装饰品。用力：天然的选择无济又搁歹学，所以真贵气。天然的钻石不多又难开采，所以很珍贵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